一生也在進取，這分鐘卻掛念誰？我會說是唯獨你不可失去。好風光似幻似虛，誰明人生樂趣？我會說為情為愛仍然是對。誰比你重要？成功了敗了也完全無重要。誰比你重要？狂風與暴雨都因你燃燒。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。原來多麼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標。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。原來早不缺少。即使平凡卻最重要。好光陰縱沒太多，一分鐘那又如何？會與你共同度過都不枉過。風險多，錯誤更多，如能重新做過，我會說願能為你提前做錯。誰比你重要？成功了敗了也完全無重要。誰比你重要？狂風與暴雨都因。1956年9月12號喺香港出世，處女座，O型，10兄弟姊妹排行最細。就我所知同埋我親身所經歷嘅，佢係一位敢愛而勇於承認，敢言又不失分寸，對長輩尊敬，對後輩提攜，對愛情專一，對工作專業，對生活認真，對家庭負責，對為朋友竭盡所能，心地善良。無論佢開工又好，約食飯又好，我從來未見佢遲到嘅。佢令我哋明白，原來喺呢個大千嘅花花世界入邊，人亦可以用一個潔身自愛嘅執着，從生活上盡做完美，勤學中外文化，不離不捨，提高藝人修養同埋內涵。喺事業上，佢對藝術嘅充滿熱愛，參與過無數脫穎優質電影嘅作品，唔驚世俗嘅眼光，佢敢於嘗試，敢於轉原新嘅題材，敢於捕捉銀幕上爭論性嘅角色，不斷支持電影。如果有人問我呢個世界乜嘢係中國文人筆下嘅翩翩俗世佳公子，我會話俾你聽 ，Leslie 就係。在座嘅咁多位都係最愛錫十受舅父、最關心佢嘅人，所以我想趁呢個機會一次過講清楚點解我哋今日會坐咗喺呢度嘅。舊年嘅4月有一日，佢打電話俾我，佢叫我陪佢去拜婆婆，即係佢個媽咪。嗰陣時我就知道佢開始有病，佢患嘅係抑鬱症。喺過去呢1年裏邊，我時時都會陪下佢，聽佢講心事。我亦都親眼睇到抑鬱症帶俾佢嘅痛苦。樹欲靜而風不息，
你嘅風采，你嘅作品將永遠長存。風繼續吹，張國榮。以下請扶靈來賓就位，徐克先生請就位，張學友先生就位，關錦鵬先生就位，劉培基先生就位，我勸你早，梁家輝先生就位，你說你不想歸去自林夕先生就位，悠悠海風，劉順豪先生就位，火堆，我看見傷，羅健基先生就位。你說我怎捨得去哭談？各位親友，張國榮先生出殯儀式現在開始，請家屬、來賓按次序送靈柩出禮堂，禮成請扶靈者開步，引發。心裏極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，風繼續吹，不忍遠離，心裏亦有淚，不願流淚望着你，過去多少快樂記憶，何妨與你一起去追，要將憂鬱苦痛洗去，柔情蜜意我願記取，要強忍離情淚，未許他向下垂，愁如鎖眉頭聚，別離淚始終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樂，你也令我痴痴醉，你在我心，不必再問記着誰，留住眼內每滴淚，為何仍斷續流默默垂？